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山 Terry 啊。今期帶大家嚟睇一套東區嘅次新二手筍盤啊。呢一套房咧，亦都係近期收集咗好多粉絲想要揾啲地段好啦、商業好啦、學校好啦，又要出行方便嘅一啲次新樓盤。咁今期真係幫大家揾到啦。咁我哋一入到小區，你就已經會發現翻右手邊就有翻一個幼稚園喺度嘅咯。落樓就見得到自己小朋友喺樓上住得高嘅，直接嗌小朋友都冇問題嘅。咁呢一個樓盤咧，推薦嘅原因好簡單嘅。第一個萬科物業嘅樓盤，樓齡夠新啊，5年內嘅樓齡，其實就總共係3年幾4年度嘅樓齡，足夠新嘅。小區夠晒大。呢一個小區咧，佢有分高層同埋一個小高層喺度嘅。直觀咁望翻到中間整條綠道帶咧，都係屬於一個業主去享受嘅一個地段。依家都會見到有小朋友喺度玩嘅一個草坪啦，包括兒童嘅遊樂區啦，再包括游泳池啦，都可以滿足翻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小區咧，佢整體嚟講係比較住得舒適少少嘅。我哋可以試下邊行咁感受下咧，即係你行落去嘅一個感覺，好悠閒，好放鬆。咁另外，如果話我哋日常要去買菜食嘢咧，大型嘅一個商超點樣去滿足咧？其實呢個就更加簡單啦，因為喺我哋呢個項目出到佢門口北門嘅位置，就已經有一個正在建設當中嘅豬肉婆啦。咁佢其實已經係封晒頂，就睇佢幾時開業嘅。但係咧，近期收到消息會推遲翻少少啦。咁另外佢嘅一個商業喺越秀，即係我哋隔離望到嘅隔離呢個小區越秀嘅一個星匯品豐。佢嘅樓下更加多呢啲商業買菜嘅啦，錢大媽係咪啊？包括一啲商超啦，包括食嘅嘢，飲食，總之非常之齊全。亦即係呢個地段佢可以滿足翻你遠少少嘅，仲加多遠人大信，包括我哋嘅 Coco City 同埋我哋嘅富日城，咁再包括翻我哋嘅萬象匯、利和廣場，通通都有啊。咁另外仲有一個一定要講翻嘅就係學校啦。呢邊咧佢係屬於我哋就近分配啦，係屬於我哋嘅一個朗晴小學省一級嘅。咁呢個學校咧，亦都係近呢幾年嘅風評口碑都係比較 OK 嘅。咁我哋今期帶大家睇嘅呢個單位咧，係116個平方嘅一個4房，單價先13000幾嘅。就依家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一睇。OK， 我哋又上翻到單位嚟啦。呢個咧就係116平方嘅喎。哇！吹到髮型都亂晒，啲風真係太勁啦！佢好處咧就係佢除咗中間位呢度咧，佢係全部可以有翻採光啦，開埋窗之後咧可以透風嘅。咁然之後呢一邊咧，入邊呢啲位咧係可以自己用翻，放下啲矮嘅鞋櫃啦，冇問題嘅。所以你翻到嚟唔會話覺得話好局促啦，或者係好暗、好壓抑嗰種感覺嘅。到頂嘅呢啲櫃咧，亦都係膠標嚟嘅。其實萬科呢一期嘅呢個產品咧，佢有個好處就係呢度有個一鍵嘅開關電啊，即係你出門嘅時候，你一關咗佢之後，啲燈咧全部會幫你關晒，呢個比較好嘅。咁116個平方，佢係做到4房，咁咧單價13000幾啊，真係髮型吹到亂晒。咁佢呢一個設計咧，個理念就係話你入屋洗手整乾淨。再翻到，跟住多個儲物嘅地方俾你晾晒衣物，或者做翻啲雜物嘅一個堆砌，呢個都係比較好用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個戶型咧，佢嘅優勢點咧，其實有翻喺度咯。即係早期考慮到呢一個入屋洗手啊，包括有客人嚟到，你唔使入翻住人房嘅區域，呢個設計得 OK。咁呢度可以望翻下啦，佢係南北對流嘅，佢冇北陽台，即係少咗生活陽台，但係啱先嗰個地方可以俾你去擠翻洗衣嘅地方。飄窗唔打得，所以後面你擺台咧就擺翻個6人台咧係比較好使啲。咁都係冇入住過嘅。你睇翻下佢嘅呢啲3件套啦，包裝都未拆㗎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次新房嘅話咧，我覺得呢個 OK 嘅。咁呢度亦都係可以擺翻一個超大嘅冰箱位，幾正下嘅呢個位。OK， 咁我哋望翻下主陽台呢度啦，佢嘅客廳我睇下先嚇，1、2、3、4、5未到，應該係去到3.8米左右嘅一個客廳嘅一個廳寬嘅。咁佢嘅呢一個門咧係3節位嘅，所以打得比較大。咁陽台將近6米啦，可以睇到啊，將近6米嘅呢個位。咁你如果後面咧佢係可以封窗嘅，封咗窗之後，你想做翻呢啲洗衣嘅一個洗衣台咧，都可以喺度去做翻。咁佢係屬於
南面望翻呢一個山景，咁隔離咧係屬於越秀嘅一個二手樓盤啦。咁遠處嘅一個景觀都可以望翻下整個五桂山嘅一個山脈，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咁所以呢一個戶型咧，佢性價比比較高啦，又滿足到4房啦，跟住又係次新房啦，13,000幾喎 ，OK 吧？咁睇翻下2間房啦，朝北啊，其實有啲奇怪，我發現幾間屋都係有啲咁嘅爆咗玻璃嘅問題喎。不過呢啲後期叫物業或者係自己再揾人換下啦，就唔知係咩情況啦，係咯。咁呢一間咧就係佢嘅一個朝南嘅一個次臥，呢間房大概9.5個平方度，咁最細嗰間房咧係將近7個平方，咁主人房就15個平方嘅，亦都係呢個飄台位就可以駁咗佢俾到你去用，裝埋衣櫃之後咧，呢邊放個1.8米嘅一個床，再加2個床頭櫃 ，OK 嘅套間係咪啊？就呢度嘅一個套間。咁其實喺東區入邊，你又想要現樓又要新，跟住又要價格低嘅話咧，真係可以重點關注翻呢邊。早期唔同大家推介咧，係因為佢標價比較高啊。依家啲業主咧接受翻市場價啦，所以想要執漏嘅一個朋友，包括想要買翻有一啲比較好嘅學校嘅一啲朋友，可以重點關注下呢度。如果仲有咩唔明白嘅，想要喺中山揾二手筍盤嘅，可以關注翻中山 Terry 我哋下期見啦。